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2月3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以赛亚书第26章第1节到第9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6节到第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生活。面对明天，面对新的未知的日子，我们无法掌控的日子，这些都是需要信心的。因为没有信心的人生道路就会走不下去了。即便是困难，即便是看不到前面会如何，仍然能够坚定的往前，继续努力，以至于达成胜利的目标。前不久，乌克兰的总统受邀前往美国，并且访问的时候也进入了美国国会来发表演说。他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但是回想几个月之前，当苏俄开始出兵攻打乌克兰的这个初期，国际社会并不看好乌克兰，甚至有西方国家的领袖认为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会像阿富汗总统一样，先搭飞机绕跑了。但是从第一天，泽连斯基总统在美国国会演说当中，他所说的：“我们终将会赢得胜利。”他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呢？其实他们所面对的是全世界第2大的军事强国苏俄。除了西方国家特别向美国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以外，更重要的就是在战争一开始就展现了极为强大的信心。因为总统展现的信心，使得全国人民稳定了下来，渐渐也赢得了全世界民主阵营的认同与支持，即所谓的自助者人助。后来也就转变成为自由民主国家阵线对于对抗这个极权恶霸国家的一个战争。以赛亚先知所面对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受苦的情况之下，他们是一群没有盼望的人们。但是以赛亚先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即将要获胜。他说那一天，人民要在犹大地唱这首歌，我们的城墙是多么的坚固，上帝亲自防守这城，打开城门吧，让正义的国家进来，让忠心的人民进来。上主啊，你把完全的平安赐给意志坚强的人，赐给信靠你的人，要永远信靠上主。他时刻保护我们，他使骄傲的人谦卑，他摧毁坚固的城，使坚固的城墙成为废墟。被压迫的人要走在废墟上，穷苦的人要践踏倒他的城墙。公义的上主啊，你使公平的人走平坦的路，你使正直的人走康庄大道。上主啊，我们等候你，跟从你的旨意。你的名和威望是我们的心灵愿望。在夜间，我寻求你，我全心全意渴望你。
当你审判世界的时候，万民就知道什么是正义。这样的情况描写与乌克兰的情景是非常类似的。苏俄以为自己非常的强大，派出了地表最强的坦克车入侵了乌克兰，但却又一辆又一辆的被歼灭或是被虏获。就军人而言，乌克兰的军备虽然比不上苏俄的武器装备的精良，但是他们却是一大群意志坚强的军人与人民。相较之下，那个骄傲的统治者配上完全状况外的军士兵，这场战争真的如同以赛亚先知所形容的：上主啊，你完全把平安赐给意志坚强的人，赐给信靠你的人。要永远信靠上主，他时刻保护我们。他使骄傲的人谦卑，他摧毁坚固的城，使坚固的城墙成为废墟。被压迫的人要走在废墟上，穷苦人要践踏倒塌的城墙。得胜吗？那么所倚靠的是什么呢？诗篇20篇经文说道：现在我知道上主把胜利赐给他所立的君王，他从他的圣高天应答他，以他的大能力使他得胜。有人倚靠战车，有人倚靠马匹，我们却信靠上主，我们的上帝。基督徒必须追求一个信心的生活，如同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信就是看见那看不见的事实切据，勇敢的努力向前。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劝勉说道：因此我们从不灰心，虽然我们外在的躯体渐渐的衰败，我们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我们所遭受这短暂的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我们并不关心看得见的事物，而是关心看不见的事物。看得见的事物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在面对目前所看见的困境，我们不需要气馁，我们也不需要担忧，因为有上帝成为我们的后盾，让我们看到他将来永久的荣耀，也使我们得以靠着他来得胜。基督徒所要追求的是每一日更新的生命，忍受了短暂的肉体上的痛苦，因为上帝要赐下的是无可比拟永久的荣耀。诗篇20篇：愿上主在你遭难的日子顾念你，愿雅各的上帝保护你，愿他从圣殿援助你，从锡安支援你。愿他接受你所献的供物，悦纳你的烧化祭，愿他成全你的心愿，成就你一切的计划。这样，我们就为你的胜利来欢呼，颂赞我们的上帝。
庆祝你的凯旋，愿上主成全你所求的一切。现在我知道，上主把胜利赐给他所立的君王，从他的圣高天应答他，以他的大能力使他得胜。有人倚靠战车，有人倚靠马匹，我们却信靠上主我们的上帝。他们要瓦解扑倒，我们却要坚立不移。上主啊，你使君王得胜，我们呼求的时候，求你应答。在面对未知的将来，特别是过去3年在疫情的肆虐之下，我们其实是面对着黑暗的前路。感谢上帝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凭借着信心，全心的依靠，继续的往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